爱做事。张分开天，因为就开始想你，你嘅笑容，你嘅信仰，全部不能亲密。性格唔係權利，年紀唔係問題，愛上愛嘅敬重意義。一张分开天，因为就开始想你，你嘅面容，你嘅肩条，全部不你沉迷。時間早啲證明，也距離唔係難題，愛上愛嘅敬重意義。做乜嘅冇幫你傻傻都懂你，相愛相愛支持你，不你鼓勵。做乜嘅冇伴嘅家嘅都懂你，相愛快用世界都你去，未必的就係命運注定，本愛了世界都懂你。愛和那位珍惜，共愛愛一點美麗，本愛你永遠共下，幸福下去，幸福下去。啊，今日好地冇兩隻電燈泡咧抄印你咧，係嘛？基本係印你用3年嘅時光。係，從東南地啦嗬，因為最近印你來一部片，即係基本記得用3咩事？係，就會咩事嗬？好，今日不用印，今日來補充一下啊，來補償你。我用辦？印你是好料嘅。好啊，還有是翁呀，好啊，同意有條安排有條地方，好，都期待呢。好，咁我哋去咯。好。这边按碰牌不一些的哈。好，剩下的3個個。哇。哦，多色的哈，因為哪種色的？我係白色。煙梅嘅哈 ，OK 好。因為是特別好吃，你有買嗎？因為冇食啊。不是充氣龍沙，還麻煩哦，還有。còn kia是mà cái也係唔知也係。還會煎。哇，係因為呢個是專心式，它係全羊點嘅料，還好吃。真係。中嫩哈。中 Q。一時時間，其實因為愛食好不卡，大家平常食飯時間就會煮一煲3個個湯，俾大家食。不過開始因為台灣是知道。是本食嘅事嘛，所以是大家是凍食嘢。不過解釋解食嘢的嘛，是吃凍豆，後來後大家冇好食。係啊，所以不過只是凍好吃3個個啊，所以那是吃凍豆啊。我改片凍上無聊嘅，喺水晶餃嘅，而家片係3個片嘅。唔係。個係本來嗰種品種，橢圓形的那種。係啊，是主動那邊上，然後有3個個嘅品種。還有呢，因為該時間我哋假日讀大學嘅時間啦。因為慢來以前都簽到3個個，係應該是順利應該是大概所以不卡嘅時間是挺多，應該咩會讓我煮了3個個食，所以應該是東方人咧梅多。你也是灶嘅，係痛嘅。我媽媽煮嘅好多係痛嘅，不過佢沒有本愛對我應該是帶專業自家煮嘅時間應該是煮灶嘅類型，是參加調油膏啊，還有
油葱酥、蓬松条啊，是都冻好吃的。哦。系啊，掺掉辣椒啊，系是冻好吃。但你冇食過啊？哦，你係乜解？你咪冻好哦。係。你係鹹菜乾。哦。鹹菜乾，因為平常啲地煲卡是鹹菜乾多中央好多，不過呢一片係用三青用嚟拌。哦。老娘媽媽做嘅油嘛嘅冇強用。因為你鹹菜用好過期吧？哦。係啊。好好食，直接因為你一時應該自己弄中嘅味道啦。因為鹹菜乾是愛用嘅，就翻譯就講梅乾嘛。哦。係，不過呢翻譯是講鹹菜乾。係，還有另一件呢，美式冬陰陽嘅是酸菜炒豬葱，炒鵝葱哦。係。你係炒鵝葱，咩炒豬葱哦？你可唔可以從豬葱喺度咬五吞？呢一種好吃下去，好冇？係啊，都好酸嘅。做乜嘢？哦。你笑乜㗎？強點咧，冇成啊！冇成嘅錯啊！變咗些是，大把嘅半機都看手機啊，都麻煩嘅，知嘛？你是安南市嘅爸爸。冇辦法，佢就是唔專心學啦，所以是冇辦法，是係欠佢給佢學，是不願意看手機嘅啦，係啊。不過本來你還蠻走繞以前，就是講啊，因為隔壁嘅人仲成嘅時候不願意看手機啊，後來自家走繞嘅樣啲啊。冇辦法，現在不點看。哎，這樣都得好好吃飯。哎，走，還有你係紅曲的，應該都好吃啲。冇可能哦。哎，你來到呢邊係哪位啊？呢邊係竹東嘅遠橋沙溪。誒，遠橋沙溪，看到嘅壁方有棟到嘅土翻，係，要發動到土咗嘛？看用鋼天嘅嗰啲係，你一寫五尊天師傅，有幾塊重作。哦，真嘅咧哦。係，你看一塊動到錯嘛？你看還佢講遠橋。哦，係嘛啥槍機？因為一開始佢是想講遠橋沙溪動到人出去我會做事咧，你想誒動到農人家啲兩片，所以就哦冇攞加大家攞兩沙溪。同埋攞油料，因為你看人家咪地大陸順條嘛，所以叫做所以大家是看得到哦，那邊安這樣，你看，還有哦，你看還有墨海啊，還有蝦公啊，嗰啲嘅哈，所以你韓牌土城嘅攞嚟時陣咪做攞啲介紹一下。還有年歲到啦，啲塊都穿新嘅，係嘛？哦，佢嘅畫風充滿着童趣。係啊，你看從你寫詩者其實都好畫圖，你始終。從我邊有發過，我媽媽見風嘅壁檔，不過哦，也是半夜罵咧。係咩？花평제，會笑咧。係啊，都好笑。我看到吞涼啊。好，我嚟廿半吞。好。好。ra ở chọc trang sam， 來ở chọc bông ổ。哦，係蠓蚵拖大鐵，兩隻鴨拌拌，係你睇下係乜嘅東西？一種植物，你睇得到冇？當種係，因為鴨是阿爸嘛，阿爸去做槍山嘛，來去去做黃色的蚵，係所以是當盤嚟蚵貝嘛，係佢拖大鐵以後，兩隻鴨上去差唔多，係。你吃到買個東西，冇乜想法。你看到動到聲音你講係配合你吞涼啊，所以佢發樣嘢。所以其實答案是喺春條。哦，你看到冇？呢片。希望呢發亮用土嘅意思是講客家文化呢，每本他這個來看得到，從俺來的共用啊。其實為講嚟會挺簡單，書包嘛，水母、蛇訊，其他是唔曉講。漢語版呢就是講阿爸講者，我阿爸按出嚟講原來講者，所以說剛走呢叫講者。動詞來做事。其實答案是喺春條，哦，你看到冇？呢片。
主歌是主歌，因为主歌伊本来是唱色的，伊个竹笋是蒙色的。好了，挑战还有动作，你可以去挑战一块。好。那边有冻酱的呢。系啊，系啊，你看还有草泥马，你看，你来看草泥马。骆驼吧？啊，系啊，因为都是种啊。系啊，挑战还有一只放烟萝卜个，你同意一块。哦，你是一件火风波个，那葱姜肉没冻酱。葱姜肉错个。喊等一下。你看，到咧，你讲的火风波是哪件？哦。系啊。那种咧冻虫啊，假公假婆的不看呢，没上到安宁。哦，系啊。你就会地咧煲汤，晒锅。晒锅。晒锅。还有搞 Q 啊，搞谁呢？打 Q 个介条的。地咧。有血饺吗？冇。有。没有血饺，地那边搞搞。还有过年嘅时间，你做的地咧打纸炮啊。哦，打纸炮介条，冻好嘅吼，还做配药介条。你看那边，奶转煲错么？系啊，是用奶捞石条来洗嘅煲，你看下背下面，当背是用砖条来洗嘅。哦，这个石条没有彩绘啊。错，你看你咪发冇强嘅色，因为老跳板意思就啊，喺发冇看，不过后来重新嘅部分，你看冻烧火风冇发到喺入面嘅，你看当背还有土啊，还有草，还有盖子，这冻身起。你看当背啥物嘅事？余庆堂。余庆通，余庆通，第一条推广我嘅东西冇。唔对嘿。你假公假婆的冇安尼写。系哦，你是上秀的人家。哦。因为佢保存最古老的通河的部分。所以你下咪后少人安尼写咧。不过，那系有火风波的人是会伫东岸写了咋？你看，一东岸是你拜阿公婆的地方。系啊，所以看是很有人都喺那边带。真嘅冇。系啊，你看。那边就系远眺那边天气的西山巷。哦。系啊，跳摆阿姨啊，然后白眉嗰啲，咪喺那边西山嘛。哦。系啊，哇，你过你下因为西山地冻里片嘛，所以是冇人喺那边食咧。不过是有后生民人来了天气的提来建出来，所以大家常有做得要冻创做的。土泥啊，来搞水吼，系啊，因为这水冻浅，唔冻清，系啊。那跳摆石区这，因为竹洞的西山巷是伫火把顺跳，所以应该因为冻好来搞水嘛，所以应该大把阿婆对西山的区这应该是天然过去，不过天数细吗？冇啦，个冻来搞水，咁搞水期间是冇食盐，那后还不打折哦，系啊，还有水冲走啊。冇可能啊，因为你水冻结咧，系啊，所以是打折咧，不过你那边冻好，你看，冇安危险，系啊，大家西山好方便，不过是冻打松啊，因为你下西山比安利片啦，对吧？所以保留了只本大家来翕相啊、打卡纪念一下。喂，冇唔同爱散啦，系啊，等下还有去，人家同意还有厉害的地方。好啊，系啊，等下你就啲咧。好，走。好。等下，一腳鼻涕咧，點來？幾多歲？幾多歲啲啊？好 ，OK。哇。轉移話題。好啦。你看到嗎？你阿見就係最強嘅千人彩繪屋。哇，真係。係，有咩凍醬？很多人哦！哇，很多人，聽講做渣啲叫要啲現場哦。哦，真嘅嗎？係啊。哇！吳大哥，吳大哥，大哥，董永賢呢，做啲牆頭做渣女度呢一片。吳大哥，我想問一下，你有冇一開始就會發呢按多音呢？按個波啊？因為呢啲你有去到讓橋冇乜感應啊？讓橋係因為太魯順條，所以咩？係啊，因為
因用桥啊，西欧啊，吼，长烧，人家长多，长多哦。所以我唱到希望要闹嘅，要音會來，所以我就發呢一種圖，希望大家來了會了，好鬧嘅到，好呢地方變好鬧嘅，人家是唔會無聊咧。哦，是呢樣原因。嘿，啊，因為唐公英咩科班出身嘅。哦，我咩，我從小當後發用 YouTube。哦，你發 YouTube 發係圖片，所以發到發現喺面度，你有60歲嘅嗬，除咗入發，除咗 YouTube 度發人工啊，前天慢慢發人工啊，變成講呢一種圖是按鬧嘅樣。哦，啊，你只是有1300麼？1300意思啊，就表示人當到可能沒有，但可能沒冇，但是呢。圖係密麻麻，人當到嘅意思，按到千人齊看才會讀，係呢個意思。呢個時則是啦，按到政府添收。呢個時則是呢，大部分嘅時候任充公係等未讀。任充公咪一節，一幕。哦，其實長嘅歲數窮樣，佢。直到日昌日過呢個老人家福氣是日昌，壽命是日昌，所以呢，呢實在是非常合理，按到政府添收。政府添收。從啱看有看過一句話，按到太歲領好吧，係咩？哦，你按到做昂公啊。做昂公。哦，因為太啊歲是。領到啲好白啲喎，所以是。你要除咗啲好白按法，本身少水咧，你要開水練好白，按到昂公啊，做合公嘅意思咯，按到蛇骨啊，蛇骨錯。誒，我是從細就同我媽媽講要掉，唔過是啊，你係當班進嘅部分咧，你有冇說是實化到你白當咯？你咁講好啦嚇。你政府推廣客家文化，客家嘅教育，係我遲到喊唔啦。哦，因為你本身呢，西歐式的學校講客聽，裝到屋卡充講，我們叫思維的一個語言。所以講，我希望呢，發呢種圖嘅意思是講，客家文化呢，為本大家來談得到，能夠到世界上聽得到客家話，這是我畫圖。最主要一隻動力啦。哦，係。後來應該自家做生意先生，應未係讀緊3萬，落底自家嚟，應該嚟而家2歲，而家5歲。雖然講應未講嘅肥平咁嘅，係3萬老幾都講啦，是。所以從啱嚟同樣啊，其實為講嚟會挺簡單，書包嘛，水墨、寫信。其他是唔曉講，有一擺佢是講幾位啊？哦，你講乜㗎？阿爸洗好嗎？洗好，呢樣係洗乜㗎？洗，我們講洗澡。洗好嗎？洗好嗎？嗰種用洗好嗎？洗好嗎？阿爸喊洗，阿爸喊我跳住。咁喊有一擺呢，佢是講阿爸。講者，我阿爸出去講，然後會做嘅，所以說剛做呢，叫講者。對呢客家嘅文化呢，所以他們的認識非常淺，所以我發種圖，希望利用最詼諧的一個方式，一個方式，希望呢，你後生人唔會講客，最基本就學幾隻詞出來，唔是講。每個是講淺的客家話，講下淺啲話來。錯。然後你發，因為只是東人講啊，你係把結構嘅時間讓做得你幾件冇人發呢嘛？梗係都可以是日發也有現詞。後來見發，就冇嗌創意，我講咧，我做得用嘅發麼？佢用做詞講發不講啊，所以我就發下去。冇一種圖淺係後發睇。12年時間，12年，冇擺了，冇禮拜，發錢係真需要時間嚟完成，講係完成還差點嘅啦，慢慢做增加的。
你让佢試下好唔好？好。會收冇？會。要梅頭冇？真係解啦。自家我自家試看啊，好。你真啲袂潮誒。你敢講誒？懂吃懂吃，来主持。嘿，那個有水沖誒。係啊，是咧，哦，你水動強烈嘅啊。係啊，你按石地方用會有喏。唔啲嘅，因為呢一片是要太準，第一片啊，做動太準第一片。不過因為後來燃氣嘅用水，所以是第一片水變好食咧。不過水係動強烈，還有魚咧，有食魚嘿。不過唔知有下講冇？可能未有啊，係啊。你下起好嘅。冇啊，下起好咧。唔可以潮水啊。好啦，不過呢邊是都有天然嘅感覺，所以你看，哎呦，煮個啊，該啲話哈，所以除了香香嘅，哦，對唔煮好好，看綠色咧，係嘛？呢度咧，哇！蘇妹姐，哇！叫咩？當然學做飯條咯。係啊，婚姻都食飯條啊。哦，我佢要東飛住嘅。錯啊，呢個小四場嗎？哦，要寫寫咧，哦，呢啲做住個字。麻煩知道啊，對面向，然後我做飯條。我哋佢要中單啫。我用半年呐，我用半年好，你等下看一下就半年針哈。好。手拿好之後表，手拿好左表，然後你表下去嘅時間，你可能喺一隻放掉。要注意風強哦。咩？因為按照用餐的時間都嚴重誒。你準備好嘅先趕快洗。手拿好表，左表，因為嗰係春片辣椒，電豆片咧。電豆片啊！咩啊？哎，咋過來？哎，你呢？差。好。就慢啲啲啦。哇！變太甜。你要表係表應該切開。呢邊啊。就慢啲啲啦，因為就泡完煙來。拿好表。拿好。左拿人，拿穩左表。好。哇，你不用動槍哦。有看過。有看過。應該試過的，應該冇用過。應該幫咩漂白係做麵店嘅做點心店嘅。好啊。我問你，你看到你是慢慢摘，因為我該去看。改片摘。電動哦。唔錯嘞。哇。夾。冇關係，反正是擺喺度，阿叔拿咗現自家食。睇我那個，跟尾跳跳嗎？我有。哎呦，豆好食。你係讀喺片摘，你用拿魚來表啊。所以按拿魚來，拿魚來以後，上過來。慢慢表。就表過來，要感覺咧。中意要食家地咧。改片。然後那邊可以。姐姐我眼到哇。哇，姐姐我真都難咧。所以下次到食飯條嘅先，都是為好好。哇，介紹一下，今日食飯條來啱一片啊，撈去玩食嘅。因為前幾冇簡單㗎嘛。前幾都冇簡單，係。韓國啲係用單醬用米來做嘅。用愛用嘅建區呢？因為米本身成本是好高啊，然後應該又冇加其他東西，你冰摘起來，冰起來嘅時間，你也冇冰變相去凍掉是壞嘅咧。錯，都係成本啊。那頭先我看冇本因，你做飯條做100，你做一冰，很多會漲嘅。你100時讓你量都做出來的呀。
该去按辛苦咋，什么？哦，莫怪台北去面店，那会充满去，伊就做后板条摸咧，摸火咧，哎，哦，哎，做对无？哦。所以这咧是乌冬板条。错，所以就是都做的是拍板条。所以一下因为以前我老公家家不懂好些甜的东西，所以其实那2包汤很多做乌冬板条不一些。哦。错，所以很多认为做出该老便宜冇同样的板条，可是当然都维持到该乌的东西爱当家，不是建议来从乜嘅，从海带猪皮。你可以看到是从猪皮。一下乜嘅绰號都有啦，所以或者等銀行來買到食到之後，就會知道原來該撈按到行業的水班呢。錯。有到這樣，或者按到好 Q。錯，你教人多啥？要慢煎一擺。你先前面地方有啊，慢慢先煎。你都有包過壽司嗎？壽司冇包過，因為有學到啦，因為你啲壽司如果佢包落條餸的話，佢一切其實會水，知道嗎？所以按照前面那個好 handy 的，到一樣好 handy 的，然後我也是接小是用煎，哦，所以你都做一起看看。習慣啦，我先到佢好 handy 喎。哎呦，還有比拍板條做得好多，終於冇當豬隊友。走。哦，有醬嗎？啊，你看，哎呦，你看要不要還拿醬？啊？冇，因為應該還有蔥啊，好難煎啊。你看，條線拍嘅板條，人都是家庭，而且烏冬板條炸出來之後，人都是直接轉個甜點式，所以你都你下就會試試看。然後你都平常食到嘅糟板條、湯板條、炒板條有乜嘅唔同嘅。哦，好啊。凍我重用嘅。在你才會講從水板來用，或者水板呢，因為佢用溫水，所以佢水加好多，佢會平筋。所以按那個板條冇辦法像幾多山用水表的動作。佢扎實感，你一食，你只食到講，完全冇同。你一口感是完全。錯啊！啲佢原來冇用板，咁我食起來凍好出嚟。凍啊！錯，哇！嗰時挑戰你都食炸的板條，然後配上印度卡油蔥，還有我自家做的肉燥，所以實在是會凍放甜。哇，肚子要哎。真嘅凍好食呢。不過莫說同胞，我等下會煮菜俾你食咧。嚇，我會食下豆對喎。拜託，萬一做都好食啦。因為來做客家炒板條，係啊，你來做嗌二廚，係，好，你來天數嗌來切，因為嗌唔會切。好，好，一開始先切啊香菇哈，把它切絲，係，別香。好，你都要拿咧吧？哦，按照拿，唔是聽到。好，先不用油好咧，按嘢油。做對咯。然後你切一塊炒板條。係，我條話要炒個年糕，你咪煮到都好食咩？有咩？對哦。係啊，該先挺學農藝嘅。咁記得哦。對，係，不過當久以前啊，當像太來很細時啫，係咩？好 ，OK，可能要燒你嗎？
冇按膠，因為款到。哦，我呀，等下還有蝦米咪變落去啊吼。哇！哎呦，用未出來咯，唔該。哪有按膠啊？有啊，冇皮到哦。好，兩味做得，嘿。好，咱變落去，直接變落去。還有咧。哦，係。嘿，還有因為玻璃水，玻璃水咪切。因為條牌大牌是，你吐聲音的嘛，所以咪冇嘛時間自己嚟煮啊。真嘅哦，大擺買到凍東西，如果水面呢，行起變到一鍋火鍋。誒，煮火鍋時候咧，好方便。做得吧？做得，好，你變落去咯。有香嘅佢，嚇？即係條腰。加條還忙啊，還忙。還要加水哦，水都加了香菇嘅水。係麼？係啊。哦，好。還有肉咪加落去。全部沒。唔是一半好了，一半。加掉都掉好學到，哦，是差用3了。加。好。冇嗌時間嚟哦。按慳，加水落去哦。你加條魚哦？加水啦，先加水落去。哦，條魚咪係水嘅一種係麼？水挺多嘅吧？唔會啦，唔會。直接哦，都啱講我用好多啲哦。哦。好，好，先唔用。哦，呢一條，係。好。條魚膏。誒，呢係條魚有咩條魚膏？條魚韓國條魚膏。先唔用條魚膏，強用啦哦。係啊。係。萬一。應該做廚師誒，應該已經做廚師，會。二廚。嘿，越味了哦。加一滴滴的，好，按用好。一起啊哈，好，一起啊。我買會條魚要藍哦。到底要藍哦？好，你就起來。我吃到有辣呢，我吃到未做得啊。唔是去長漢嗎？係咩？條魚膏未熱。條魚加一啲啲，好。好，你睇下，沒有辣麼？好，我摻落去咯。好，做得啊。做得。讚哦，讚得哦。好，放落去。好，先要蓋了麼？好。按用做得。按用。呢是剪刀誒。摘落去。蓋了麼？蓋了去邊啊？好。按用辣麼？辣，你切得動這樣誒。好啲咩愛去切。感覺差唔多了。你係看火，感覺差唔多。冇啦，要滾啊！係啊，要滾啊！哦，你看，哎呦，感覺都這樣哦。好，等下先撈火罐先，好，先撈火罐先。你冇。啊，我不用那邊，好，我不用多啲，好。哎呦，好 ，OK，好嘞。你讓佢試下，好唔好？好。做得啊，哈。會惡你讀麼？偏手啲公孫。好。我先噴一下啊，驚你滷到。哦，好。係啊，我直接試下先。我凍太地了，驚凍燒，我試個。會燒嗎？唔會，要回頭嗎？真係假啦？自己我自己試過啦，好。你真係冇炒誒。唔敢講。我試了地冇味道。就係試下地，係。
係，可能係搞好。係啊。係，好潤的哦。好，我再過去一點。做得。哦，不见了。我改善。做得冇？火不见，火唔见睇。哦，等下佢。好，還有乜㗎？哦，胡椒粉。哎，你食先吃梅頭麼？豆瓣醬用了嗎？用你啦，咪炒過你咩？Consistency。懂吃來做事。你係做乜㗎？你係愛做嘅係鳳燒散果。誒，我冇試過鳳燒嘅呢。係咩冇試過？哦，你習慣啦。好。一開始呢，先來烚一下你三個嘅，好冇？哦，不過你係做東風片嚟啦，係啊，你係好要熟要烚過嘅，係，個來烚好，那半夜撲起來是做得咧，嗬。好，我先來切了蒜頭。好，誒，係咪最半啊？你自從做阿美以後呢，就冇乜嘅水飽。都麻煩，佢條特別係冇條好啲啲下要水過㗎咧啦，係嘛？所以你要好輕鬆啲喎。不過還係始終薄強，因為你係油脂站特殊咧，兩沙種要去油脂站，所以特別係唔係阿哥薄強，冇時係老太薄強，係，所以呢啲係馬沙切到馬沙，切轉來，誒，好管咧。做得用。哦，先撈三個表下。係。記得有一擺啊，佢搏他氣喘。係，佢搏下嘅時間。哦，因為佢沖水是過敏啊，老愛強用啊，所以過敏是會，他好飲沖水變搏下啊。係，所以是會佢調氣嘅時間是會氣管啊。愛吐下細嘅聲音，大聲嘅時間。呢3年真係冇辦法。錯，所以我係學教嘅時間，應該是當小年。係啊，真係啦。日日盡來。係啊。睇啲差唔多啦，因為其實IG啲挑擺是做三個嘅，所以特別是賣生嘅三個嘅轉移煮。係。煮到要好要到調工，鋪起來嘅時間做啲。老娘阿姨賣嗎？係啊，錯啊，係。我阿姨煮嘅都冇嘅都好先嚇。好，誒差唔多咧，好。係呢個10個就好嘅。呢啲10個啦，因為炒嘛，因為炒嘅料，係。哦，先唔用呢邊。好。好，你等下因為先不用嘛㗎，先不用油，唔是不用油。不用油嗎？做得不用油。挑起。不用油會唔會？都燒誒。係，好。開火啊！開火，好。因為開嗎？好，啱。誒，你做廚師啊？應該做廚師。好。做得好。不用油。先不用油啊。係，我不用幾多。按用做得冇？你係煮出唔應該嘅。應該按用做得吧？做得，好。我開始哦。好咧啊，差唔多。因為緊張咯。唔會啊，我相信你啊，你當我煮，當我煮雪啦。一皮啦。誒，你節目當我嘅。等下用你啊嗬。係冇係我用嘅。變通，哦，錯，係就，拿上來。應該做對吧？嚇，按手。好甜啲喎，係啊。
念你也讲的哦。哎，哦，加加哦，好嘞，好。哎，先不要，先。快些。好。火不见了。哦，用改善。做点么？火不见，火唔见皮。哦，等佢拿过来。对。要做点么？会烧吗？好，不用了。不用调油。哦，好。不用水。用水。还有敷那个。敷胶粉。哎，敷胶粉。啊，等下，敷胶粉已经改变啊。哎，马开始黑埋啦。不要掉。先不用哦。哦。下倒掉啦。啊？哦，好。倒掉了。哦。倒，喊外加。哈？系啊。哦，用火会调手吗？冇好太火掉咧。这样也还是燥贴咯。系啊。好，还有嘛个？哦，胡椒粉。哎，你是先起梅头吗？豆瓣酱不用的吗？不用你啦，没炒过你咩？你看写是的。你看都起嘛个啦？那是梅啊。哎呀，全的啊。哦。我是日本嘢啊。哦，不用了。好，这样晕。好。再继续看。会辣吗？唔会吧？按到水，成有冇落到？你试过啊？有冇这种事嘅？我调到水的吧？你试过呢？唔会做得啦。那面色还蛮可。最好照对我们来先不用落去。冻上了要调烧桶诶。调烧桶？调烧梅诶。唔会啦。好，咱先不用落去咯，不用落去咯。哎。哦，做啲么？帮你填填。呢度。我感覺要做啲啦。火頭睇啲喎，好咧。冇火咧。要啊。有。煨呀。係啊。好。煨接燒後走掉嗬。好。會燒冇？唔會啊。我做啲咧。暗黑料。滚嘞呢，好嘞吗？好嘞吗？差不多嘞吧。哦，你那找个搅下嘿。你肚时要吗？我吃到这条豆呢。唔會啦。唔會。你食紅燒啊？紅燒哪有？你看那些平東西去紅燒是。有啊。勾芡好豆誒，咩還有你呢？就按豆誒，懂嗎？有啊。有哦，沒有哦。好。你冇看哦，你冇看過哦。我做得咧，不用做了。好嘞。應該做得吧？那就是灌佛咯。你可停，好嘞。做得咧啊。好。定下。拎送你。按功夫啊。調過啊。好。好嘞啊。我灌佛咯。好。好。哦，总算做得食飯，做得食飯呢，做新鮮愛的，新鮮愛炒飯條，客家炒飯條，哈。你相信倆係你自家做的嗎？唔相信呢，而且都料真係未凍重了，因為而家是炒強下天啊，不過還有順時啊，改掉的，
应该还有半条尾都好吃。真是那系，那系唔错，是咪怪怪嘅？唔好笑。最重要是係要風筒條啦。風筒條用下也是都有客家嘅味道嘅。打咧問廚師嘢咯。好，係。用東西談去嘢咧，因為都好似三個人嘅。那提啲白煮料嘅。好，自己夾。好。哎呦，你看。凍上會辣。你敢嗎？你敢去嗎？看走睇咧。好，進去。只是到屏東街冇強用啊，係啊，因為屏東街只是冇去過豐收嘅，係嘛？係，所以就豆瓣醬嘅味道摻下去，整個就提味起來了。係，酒味本來加啲味道嘅，一種料嚇，看到咧。凍上嘅完全而就冇強用嘅料理。係啊。係，凍上春湯會做嘅吼。誒。我攞自家啊，發現咯。好先。咁對今日安排自動有乜嘢？按做啲麼？我吃到有點辛苦。有點辛苦。解唔解去？凍糕。因為你兩三年平常嘅時間會顧食，會吐食呢。根本是冇時間。兩三年出來了，所以做啲從肉肥強用，係因為要熟食按到按強嘅人，係從幫佢半條嘅春英姐，係話啥？吳俊軒師傅，吳俊軒師傅又係阿朱三個個去學，所以熟食東你咪吃到鳳牌啦，根本因為美食。凍到了3個，凍到好吃的東西。比如這些只是凍幸福你啊，因為大擺應該是會高口嘛，所以還有大擺，因為自家係從做過熟嘛，未所以係在過相，不過大擺看到哎，凍到你都係表現，自家冇表現嘅時間，我係知道有啲灰心，係啊，不過你思想鼓勵啊，應該知道。雖然講你邊個寫熟水，不過我係講你讓人家嘅導師，係心靈導師，心靈導師，都是種鼓勵啊，應該知道，都希望人家點，還有老成日種嘅暗號，種了留下全部不平。那小朋友就是你看，人家記得我們大伯是講啊，媽媽凍醬啊，我以為凍中係凍有面子啊，係啊，希望你啊，對，希望你點解強撐以後，還可以動態手術。所以配盤嘢時間，那當然嘅啊，你應該不用嘅，你冇配嘢配麻沙，係嘛？後底是要好起來啦，我咪當希望預設，當希望先生留你老嘢平日好，係啊，好啦 ，anyway 繼續幸福下去。係，我最尾證明下好咧。好啦，我摸呢啲叫做書好咧。誒，還冇去飽啦嗬？你好去挨做嘅，還是好去你做嘅？你好去挨做。誒。只要你的手好，爱你黑人公婆，咁离破出不离。